后来针对假造罢免连署书这件代志，检调是少年线搜索到国民党的党部，先是台南，过来是台北甲新北，这是互国民党真不满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日亲身徛就街路顶，伫罢免吴思瑶总部的附近争取连署。针对党内的人员逢申请受压，朱立伦嘛呼吁民众勇敢徛出来。不过，民进党的立委李坤城讲，应该先把死亡人数这个部分交代互清楚。提青色的电火布甲喙封条，罢免吴思瑶的调集人赖以林手提抗白连署单表示抗议。湘北地检连续侦办一件罢免立委的死亡连署案，敲出约谈罢团青年升压拿牙干部，全台大搜索、大交保、全台大收押，这是一个极度独裁国家才会做的。穿罢团志刚的衫，哪行哪收连署单，朱立伦化为支持者就要徛出来。不过比对哪赢的民代两案拢伫咧地检署，招民众声援罢团，朱立伦敢若伫咧面册普文，就互党内点名动作阁不加慢，就连台北市的党部主委黄丽颖如嘛无看的人。这个是由新北市跟台北市的选委会所做出来查核，跟中选会没有关。朱立伦今天应该要出来说清楚。我们现在不会受任何的这个见缝插针啊。前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嘛呼吁朱立伦卖嘴讲抗议，应该要有行动，直接传拿委到法务部头前静坐来抗议。对于各种做法，我们都有考量。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汇集整体的力量。那罢免需要烦恼，面对着要改选的党主席选举，传出台中市长罗秀燕已经点头参选，定就会冲击到朱立伦的连任之路。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倒是第一次听到说。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来，我们先把这次的大恶霸把它冲过去。党内立委赶紧斗讲话，毕竟罢免危机是火烧目白，不管安怎，这关就要先过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